足足等咗22年啦，小弟嘅愛隊阿仙奴再次奪得英超冠軍，咁作為廠迷點能夠唔親自飛過嚟見證呢？咁歡迎嚟到最新一集我愛郊遊。咁呢次小弟快閃4日3夜出發去到倫敦，咁除咗參加冠軍巡遊之外，仲要直擊歐聯決賽。好，事不宜遲 ，Let's go！嗱，今日係2026年嘅5月28日，咁我而家身處喺香港機場，準備今晚出發去倫敦睇我嘅愛隊阿仙奴冠軍巡遊。咁呢套機票真係有啲貴㗎，你都明㗎啦，都等咗成22年咯，咁點都要任性一下啦。好，事不宜遲，上機先。經過咗10幾個鐘頭嘅飛行旅程之後，終於喺英國時間朝頭早6點鐘順利到達。順利完成入境手續之後，第一件事梗係乘搭鐵路出市區。到咗酒店安排好行李，然後1秒都唔嘥，直接去到愛隊聖地酋長球場。好，終於搭咗10幾個鐘頭飛機，終於到咗酋長球場啦！已經唔好講咁多，我哋首先喺酋長球場嘅外圍行下先，順便揾下我嘅偶像亨利像啊，打翻個卡先。點啊？好，唔好講咁多，出發。喺我嘅身邊咧就係亨利大帝啦。大家都應該留意到咧，佢嘅波衫同我嘅波衫咧都係2004年，即係22年前奪冠嗰件波衫嚟嘅。不過佢呢件係主場球衣，我件係作客球衣，所以特登着呢件20年前嘅球衣咧過嚟朝拜佢。咁大家係咪 keep 得一樣咧？我講嘅球衣係咪我嘅身形啊？作為愛隊嘅神射手，佢曾經奪得4次嘅金靴獎，但係講到最令小弟感動嘅一個 moment， 絕對係2012年佢短暫外借翻嚟。喺足總杯嘅第3輪比賽對住列斯聯後備上陣，去到比賽嘅末段，大概80分鐘左右，用佢嘅標誌性嘅右腳趟射絕殺對手，嗰種王者歸來嘅熱血，到依家每次重溫都有啲眼濕濕。喺我身後面咧就係柏金先生嘅銅像，大家都見到佢依家最經典嘅 hold 波姿勢啦。咁唔講你唔知啊。咁其實我同阿柏金先生都有少少嘅緣分。咁其實原來我同佢係同年同月同日出世嘅。咁呢個少少嘅秘密唔好話俾人知啊。當然，絕對唔可以漏咗我哋嘅傳奇領隊雲加。佢喺2003-04嘅賽季帶領由亨利作為核心嘅阿仙奴咧，創咗跨季49場不敗嘅神話。更加以全季不敗捧走嗰座純金嘅英超獎杯。身為廠迷嘅我嚟到呢尊銅像面前，真係感動到起晒雞皮。哇！入到嚟呢度咧，嗰個入到嚟手信區咧，哇！好似唔使錢㗎嘛。你睇到嘅咧，周圍都好多人。咁但係咧，我睇過咧，好多熱門款都係冇晒㗎啦。即係例如今年嘅勝利巡遊，或者係今年奪冠嘅紀念品咧，都係冇晒。幾多錢啊？哇！30磅啊！呢個 OK 喎，呢個真係幾唔錯。所以即係好多人啊。咁但係咧，嗰啲波衫係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印字咧，或者係要印最 hit 嗰個Champion 26嗰個球衣咧，係要等嘅。你見到個人龍咧都好長啊。咁變咗排嘅時候咧，都要一定時間，預翻多少少時間啦，各位。即係排隊要預翻多少少時間咯。呢度咧就係另外一間精品店嚟嘅，又係阿仙奴嘅精品啊！冇錯。咁我哋入去睇下先。我屋企咧就有呢個酋長球場嘅相嘅。依家呢度都有埋。咁呢一幅咧就係夜景。上邊咧就係晒卡，着過嘅波衫。點啊！食完晚飯之後，時差嘅威力開始發作啦。咁我哋急急腳返酒店休息，迎接聽日嘅重頭戲。今次快閃之旅，我哋揀咗呢間酒店入住。咁點解揀呢度？因為貪佢交通超級無敵方便咯。由機場搭鐵路一程過去到呢個站，出站之後行幾步就到酒店，慳返唔少時間。而且由呢度搭地鐵去酋長球場咧，都只係大半個鐘頭嘅事情。絕對係球迷嘅大本營。今日我哋就參加咗個 Stadium Tour， 咁依家就入場啦。咁因為今日咧，佢上晝就11點，我哋 book 咗11點嘅。咁依家佢今日嘅 tour 咧就去到晏晝嘅3點鐘嘅啫。咁因為晏晝3點之後咧就有啲人流管制啊，咁所以即係去到3點鐘嘅啫。咁我哋而家入去啦。咁過咗一個好簡單嘅安檢咧，依家我哋入去參觀啦。
咁佢俾咗一部導相機嘅，因為本身我就拍片嘅，我就冇帶嗰部機啦。咁依家我哋排緊隊啊，要慢慢行入去啦。依家都眼見都有成30人到啦。之前咧我哋訂呢個 Stadium Tour 嗰陣時咧，我就訂咗2本阿仙奴嗰啲書啊。係啦，究竟裡面有啲咩嚟嘅咧？係啦，就係當然有啲歷史啦嚇。成個酋長球場嗰個歷史啊，或者係嗰啲資料啦。Yes，呢個就係介紹人家啦。1996啊，去到2018年，幫我哋慳咗唔少錢啊！呢一個咧就係包廂啦，啲貴賓席啦 ，Director Box 呢度就係。終於都到啦！咁咧今晚咧就係對巴黎聖日耳門啦，所以咧你見到嗰個球場草地上邊咧就 set 咗部大電視啦。應該照睇咧，淨係3邊嘅3邊嘅大電視啊！講到眼前呢個酋長球場咧，佢嘅歷史充滿咗破釜沉舟嘅氣魄。為咗球隊長遠發展同埋擴大商業收益咧，外隊忍痛咗離開有93年嘅高貝利球場。呢座新主場耗資高達3億9千萬英鎊，即係大概圍到40億港紙度啦。最終喺2006年正式落成啟用。呢度嘅座位數量有成60,700個，比當年嘅高貝利球場足足多咗1倍半。我喺球場嘅看台望落去，真係好震撼。依家咧就係入去更衣室啦，可以參觀更衣室啦。呢度咧就係球員沖涼嘅地方啊，沖身嘅地方啊，主場沖身嘅地方。係啦，呢邊咧就係應該係啲休息室啦，可以食少少嘢啦好，依家我哋入去球員嗰個更衣室啦，正式換衫嘅地方啦。31個唔識喎，真係懷斯啦卡拉費奧利，係哈弗斯，哇！終於都見到啦。沙列巴啦，我哋嘅1號門神拉亞，好，卡拉費奧利，呢個咧就係哈弗斯啊，我哋嘅奧隊啊。約基利斯約基利斯隔離就係托沙特啦。呢個咧就係阿仙奴嘅新貴杜文啦，56號啊，但係出年咧係咪56號就唔知啦。你哋睇到咧作客嘅更衣室咧真係簡單啲啦，冇咁靚仔嘅，不過咧作客球衣咧都幾型嘅。你問我20年後我喺邊度，我就會喺呢度，我會係下一任嘅阿仙奴領隊。come on！好啦，呢度咧就係記者室啦。咁行完記者室咧，就跟住出口，跟住揀翻自己中意嘅相。好，今次嘅 Stadium Tour 咧就去到呢度啦。杜文可能都喺度做功課，有機會啦。我哋出咗嚟之後，哇，見到好多人啊！未夠5點鐘咧，就已經係人山人海啦，已經。歐聯嘅決賽，我哋就冇去到酋長球場睇電視啦。咁我哋事前已經預約好呢間 pub。呢間 pub 喺網上評價超過4.5星。好多網民大讚呢度保留咗超濃厚維多利亞復古時期嘅風格。環境闊落之餘，周圍都掛滿咗大電視，絕對係睇波嘅首選勝地。終於都嚟到今晚嘅重頭戲——歐聯決賽。由巴黎聖日耳門對阿仙奴。今年開波時間係戰到傍晚嘅5點鐘，即係香港時間星期日嘅凌晨12點。呢個安排除咗方便咗散場時有嘅人流管制之外，亞洲嘅球迷終於都唔使捱夜捱到天光啦。同眼前呢班球迷一齊觀賞歐聯決賽咧，現場呢個氣氛真係俾錢都買唔到。琴晚歐聯決賽啦，我哋嘅外隊同歐聯嘅獎杯咧就擦身而過，冇辦法啦，波就係咁噶啦，踢到12碼，加時12碼喎，你仲想點啊？唯有出年再嚟過啦。不過我哋今日收拾心情，食完呢個早餐咧，就會出酒店門口。出完酒店門口做啲咩咧？梗係去巡遊啦。就大概2點鐘開始嘅，2個鐘頭內就應該會結束噶啦。巴士過嚟經過嘅時候咧，大概都係分零2分鐘左右到咯。
咁啊，希望有機會能夠拍到啲靚片俾大家睇啊！今日已經嚟到旅程嘅第3日，亦都係今次旅程嘅重頭戲——愛隊嘅奪冠巡遊。咁喺英國時間2點鐘開始，香港時間晚上9點鐘，整個巡遊嘅過程大概2個鐘頭。嗱，今日朝頭早10點鐘，我哋終於都到咗啦。巡遊路線其中一個位置就 SS Road 啊， 318係啦。咁啊，預計就2點鐘開始巡遊嘅。咁啊，條路線經過呢個位置。咁我哋而家就準備咗啲咩咧？準備咗支旗啦。呢個就喺 Day One 第一日咧，我哋去咗酋長球場附近嗰啲小販攤檔嗰度買嘅呢支旗。冇錯。 Yes。咁你仲有準備咗啲咩？仲有呢支阿仙奴嘅阿仙奴旗啊，係啦，大旗啊。冇錯，仲有一支係啦，就係呢個。仲有一支咧，就係呢一個嘅 Champions 啊。係，冇錯。咁我哋而家又等2點鐘開始巡遊啦。冇錯。Yes。點啊？咁依家離遊行仲有半個鐘頭，哇！依家咧我後面咧身後面都好多人啦已經。咁啊球迷有時間喺度唱緊歌啦，嚇有啲就放緊煙花嘅，即係嗰啲噴嗰啲煙啊。睇到阿迪達同埋一班球員喺開篷巴士上面舉起獎杯同埋向我哋揮手嗰一剎那，現場真係嗨到爆。呢一份相隔22年嘅感動，講真係有啲眼濕濕。啱啱就巡遊完畢，咁啊架巴士就經過咗我哋身邊啦。好難得見到我哋成班愛隊嘅成班正選球員咧出現喺架巴士上邊。頭先又見到阿薩卡啦，見到阿蘇比文迪啦、約基利斯啦、美連奴都見埋啊！哇，真係今次都幾興奮啊！能夠咁近距離接觸到啲球員咧，真係好特別嘅事情啊！今日已經係旅程嘅最後一日，咁我哋山長水遠嚟到倫敦，點都要揾1-2個地方打下卡嘅。我哋離開酒店，去到第一個景點大笨鐘。眼前呢個全英國最大嘅鐘樓大笨鐘咧，依家就直接豎立喺我面前。呢座樓高96公尺嘅鐘樓，四面都有達到直徑7公尺嘅巨大鐘面，睇落真係超級壯觀。平時我哋去澳門嘅倫敦人大笨鐘嘅復刻版咧，已經覺得好靚。但係親身嚟到呢個原裝版本參觀，嗰種歲月沉澱嘅歷史感同埋宏偉嘅氣勢咧，個感覺真係完全一個唔同嘅層次。呢4日嚟到倫敦，天氣非常之好，日日都見到太陽。喺我身邊住喺英國嘅 F 先生同我講，英國平均呢啲咁嘅天氣咧，一年都唔會超過30日，所以我呢幾日嚟到倫敦，遇到咁嘅天氣，真係好彩㗎。我哋沿住泰晤士河嚟到倫敦最具標誌性嘅 Tower Bridge，呢座建於1984年維多利亞時代嘅哥德式吊橋咧，橋嘅兩邊分別連接住南華克區同埋禾塔村區，非常之有氣勢。呢一次4日3夜倫敦快閃之旅雖然好緊湊，但係能夠親眼見到愛隊阿仙奴奪冠嘅時刻，絕對係呢一世難忘嘅回憶。好啦，今次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咁如果你哋喜歡呢條片，請你記得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訂閱埋我呢條頻道。十分之多謝各位。好啦，下次再見，拜拜。